我是魏德伟，我在安徽生活3年了。作为一名00后的男生，我一直对安徽文化非常感兴趣。安徽文化多元包容、古朴厚重。细看“徽”这个字，不难发现，它是由山水人文4字组合而成的，仅此一字就将安徽的特点完美呈现。很荣幸受邀担当此次会议文化的体验官。今天我要带大家探访的是安徽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壁画传承人刘凯老师。我特别兴奋，我知道有用砂作画的，有用木炭作画的，但是用火作画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觉得非常神奇。今天就让我们来一探究竟。活壁画又称烙画，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安徽活壁画特征是以铁作笔，以火为墨，在木板、竹黄、宣纸、lin绸等不同材料上作画。2006年，活壁画被列入安徽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Hello， 魏德伟 ，How are you？ Nice to meet you， 很高兴能够和您见面。刘氏活壁画技艺第3代传承人，系著名工艺美术大师刘祖华之子。刘凯自1956年从父亲手里传承了这门古技，如今已有60多年的经验，技艺精湛，创作题材广泛，有山水、花鸟、人物、走兽、风景、奇观等。魏德伟，原来这个不是这个笔，我讲的是个探球笔。用法很笨重，不灵活。59年，我们呢就把这个笔改成这个笔了，又轻松又灵活。这个画活壁画一定要掌握这个温度，否则的话，宣纸上面呀，它很薄的，是吧？你要是掌握不了的话，那很容易就把它画通了、烫通了。活壁画的重点也就在运用火的轻重快慢方面，来体现这个活壁画的特色。用铁作笔，用火作墨，无色无水，尽显本色。刘老师，我感受到活壁画的魅力所在了，你能教我一个简单的活壁画吗？可以，你来画。一笔到头，哎，圆一点。对，魏德伟，你很聪明啊！你画得不错啊，是吧？哎，画得不错。已过张朝之年的刘凯老师依然坚持活壁画的创作，除了在家创作，他还时常受邀外出讲演，致力于宣传和推广活壁画。刘老师想要把这项珍贵的民间技艺传承下去，发动女儿和外孙女一起加入这个行列中来。他曾骑上黄山采风，在刘凯的笔下，徽州山淡云轻，最美的一刻自能永远留住。